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愿意。
快跑！爸，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这么叫你，但我想应该没有了吧。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写信给你。我很少写信，所以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。首先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一直在想，究竟隐瞒和欺骗，哪一个更不可原谅？但我真的无法隐瞒你，在我再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无法隐瞒什么，所以只有骗你。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才刚离开你，那么快就嫁给了别人？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自然而然就那么做了。也许这就是命运吧。你记得我离开你的那个晚上吗？米粉，而且煮得很好吃。我忘了那天晚上我哭了多久，我只记得那是我这辈子哭得最久的一次。但我哭得那么心安，比在你怀里的时候还要心安。后来我哭累了，他就跟我说住下来吧，于是我答应了。